渐过去，春风又柳开啼。泥条暖暖，河水清清，容染了满天碧。山茫大边是天高人，地飞人生脱离。祈求天公慈心保佑，风俗平安顺心。阿明叔，明叔，哎，阿文爸，今日係咯？哎呀，來看你啊！一個嘅寒派了無？給你，哎，還沒給人200搞哎。都報應咧吼！給你，阿明叔，呀咪有你數的無？有啊，做農費咩？做乜搞個農費啊？但係個個人講，買份農費嘅家私無嘛好呢，董大叔。哎，做乜講？哎，公家機關哪用來講家事？哎，算了。阿文爸，唔好你做乜解？你下一米數愛得做啦。真嘅呢啊？你什麼人呢？啊，是講人幾米數本唔是咁做也好啦，比原來好多人，原來唔老實，唔老實。誒，阿文爸，你沒有數外米啊？係啦，哦，哎呀，你唔怕啦，下禮拜啊。哎呦，唔好講你下禮拜啦，禮拜綜合本。但係農費嘅會請麻煩。唔怕，我嚟講，唔是誰？啊，加這幾包哦？係啊。你敢有沒有別人？阮厝較濟人，我厝家己食。後個月來領錢啦。哎呀，冰雪啊，哪攏無來啊？我唔知哦。阿文爸，阿文爸，阿明叔，哎，來啊！哎，喲，有冇人哦？창이사，幾萬人講個吧？來啊！咁做得？做得。你睇聽說吼，不用弄眼見條就做得。啊？來，真的呀？來啊！哦。哎，小，衝哦！好，對。哎，怎樣？冇人摸係冇人管嘅。阿靜，我先我很久。痛，有了。就講你太講不爽。老闆，老闆，咩咯？我記咗個我添事，我見見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打你啦，打你啦。過來。我呀。好，等會。自己做的哦。做得啦。
等下这种输送呀。哎，小静，进来啊！老大，老大，阿炳这下敢有来啊？无咧，昨等规工拢无看人，唔那安尼哦，其他两三个拢无来呢。哪会安尼啊？敢会甲你袂别人？我来看卖啊。好。问题咧，用我本专案设立的谁啊？没问题，来做得啦。唔限你按眼镜，从这都太转。无安尼做唔得啦，来了下做久几工去呢？然后浪费张工总理的无会无嘛好啊。用做得讲迄脏咯，你有送听下，有签用无？然后大家迄口条叫，俺上次大家公法算法。你开始讲假翻呢，应该讲清楚啊。用再讲讲啊，迄唔算事嘅。迄讲唔对公家规定，挨年做唔得卖米嘅萝卜上面无法涂啊。竟然好好食嘅公家饭，本爱好好卖米做得冇？来转。梦嚟哦，很做唔得啦，把工作清楚俾弄。做得啦，其款到天窗动跳。老闆有才聽啦。本仔，唔焗盡屁好嘛？行忙咧，我講牽農飛啊吼，以為焗盡好彎，叫佢去彎線呢？哦，我啲啊，我記得去彎哦。什麼咯？文德，我可以放嘛？冇可能啊！上乜街啊？冇啦，我想去農會翻嗰種，我個應該要翻本藝啦。冇變難記啊！咁樣嘅啥？聽說沒有辦法啦。唔本藝去吃寬鬧啦。用用嘅，農飛冇出人條，希唔人條咪真嘅唔講啊！我做得拜託我個吃寬鬧。又唔想再講羅交從前講啊！唔識寫啦，條拜阿爸咩讀到很有問題，佢咩自家想辦法平時嘅嗰種啊，係咪想思考呢？
爸，哦，也很中个无？啊样啊，种啊样种啊，迄么个品种哦？马品种也有问题哦，也准叫这种种纯的吼，种唔起来嘛。所以也准日本时代传下来的米吼，听讲吼也用日本人做寿司的。好种无？哦，浪费过，时间长，但种出当好食，所以也米啊全留本自家人食。迄唔係講也天嘛吼，迄準叫天，養魚房咩種唔得啦，所以當種安尼米。阿爸，天上有種咩種？文德，文德，冬妹，食飯了。哦，天天行哦。伊阿講，阿爸頭擺要只一生意，弟仔做事，弟仔過夜，請大病。阿爸講，種貨的要係一種修行，伊阿下要係弟仔修行哦。你用腦嚟做盤，唔想小行啊？小行咪係幸福。還記得冇？當時係空地上空，唔係共用上班本來事。我想到你上夢，就做阿爸。好啊，我同唔會，實在中意啊！咱本來抽一下就好，抽一下就好的啦。好冇？小三，哎，麻煩你摕互科長轉因啊。好好。这是咧写啥？王姐，哪里啊？那你即摆伫咧讲什么耍笑啦？既然敢叫粮食局提高计数，啊，这代志敢你会当管的？就算讲爱管吼，迄嘛是议员的代志啦。咱若无提高计数，咱永远拢收袂到好米。啊，若收袂到好米，到时阵要搁怪咱。这我嘛知影，啊，毋过较早嘛是共款啊。你哪会收袂到好米？我是用政府的命令呢，迄有时阵敢若咧共恐吓咧。啊，就照你的步数，搁去做就好啦。我袂啦，我袂搁恐吓咱遐的乡亲啊啦。因的好米哦，要卖相就去卖相啦。啊，你是阿达妈空句你哦。既然敢安尼讲话，到时阵若收无米吼，咱就爱倒去食家己啊啦。食家己就食家己啊，我也无袂讲啊啦。好啦好啦，咱吼莫去得失着珍惜啦，你着用你的认真，搁去讲看卖啦。
叫嘛？很忙啦，我再过一下啦，咱有爱物件。你硬两个去。啊，问题嘞？忘记做了天水险记啊，唔去险记转嘞。好啦，好。hey，景阳，姐，你要来啊？通讲啊，你遐做一米数的，想你是有念了天数无？是哦啊，是哦啊，等下你先来听书，都冇去讲诶，人家还问得真来啊，我懂哦。飞头哥，飞头哥，叫他注意啊！没干事情咯。个姑娘爱叫你啊！老婆爱叫你啊！干啦干啦干啦，走啦！做咩我你别管他。对啦，你晓不？景阳，哎，真的吗？好烦啊！呀，叫哦！现在谁不会？人家都没你么？不是快过来啦！好啦好啦。来。哦，很深，很远哦。谁来呀？谁摸呀？谁来？谁来哦？这个很强呢。没看到吗？有没？谁呀？谁呀？很酷诶，很酷。吵到没有？唔怕啦，咱会分啊咱。真香啊！等下打。动痛哦。你去甲叫关那就对啊。洗鬼佛跳，碰碰鼻，鼻到幸福卡。坐着啦，拿过来吼。呀，来点好没有？想做阿爸人，了人啦。我可以用诶，阿爸讲用好番嘢无，硬係講講啦。阿爸看到佢哋下用嘅啊，聽到都費事。是这样呢，生意就会啊。哇，我去查啦。好啦。董妹，恭喜洗奶的，公务优秀的。有啊，公务有效。什么意思？那个生意没想讲啊。我为了你有功夫，表上表是表按多年嘞。应该没摸出个相公啊。
上手老人讲，拢袂讲伊听，无别个意思啦。去啦，天公日啦，老生年啦，全都过香啦。看嘛，呀钱啦，挨穿嘅啦，去挨毛的无？唔对讲我啊，一年要穿万多啦。唔对讲我，无爱了去。你说酒醉，报酒店，好爱说茶毛啦。我拉法咯，有几样法，安同哪送呢？要用按洗条的，敢中去咯。快点，差唔记得带诶，唔好快啦。有冇去种啊？可以乱洗条。苏西中啊，苏西种，好像冇听过。阿姊，唔是成啦。坐低。睇冇？这茶无俗，啉看卖。我这赞哦，感觉袂歹。对，伊客人来，我是过来装。你坐坐，我念得啊。好。拄好，你杯照送啉茶，我出来坐，吼。有啦，有影，咱啊，这三有消息无啦？我已经甲足侪钱落来个。哎呦，即马政府开始咧注意海仔事啊，迄银行口处吼袂顶袂动啊。毋过无要紧，海仔是有讲，过一站啊，风声较过者，伊就甲进行去啊。我是要等偌久啦？无你来知。啊，伊袂当安尼等互我拖啊！哎呦，我嘛落袂少落呢。为着即件代志，我搁开即间公司啊。嘿，啊，即马政府掠较安着，凡说啊过一站啊，咱拢有代志。安尼我即马要安怎啦？啊，我赚落的钱拢是甲田去做抵押，甲银行借的呢。啊，你就紧行啊！吼，紧行。对，陈景哥，要迄阿爸，我一本东没补身体的。安这些，有限老爸看过来，看紧急啦。命的迄讲记哦。系啊。同好啊。阿爸讲，唔做阿爸的，可以打平着的。人听错无啊？系啊，去。什么目标，陈景哥？明娘，吃茶。歹势唔法子，时间落就好了呢。有咩关系啊？无地无开时间吼，规工研究东上呢。以后有时间要填不用填无地无卡，还要留饭菜分哦。
我得游唔来啦，我爱生意喏，唔对要办到那事哦。阿斌叔，哎，阿木爸，我差不多了呀。嘿，也经验带转来变啦，像说。安好啊，哦，安是这哦。也几个无的行还有本来哦。你好意思讲，无本我不卖嘢。多谢阿斌叔。唔客气。这家私吼。啊，你讲本嘢吼，伊记法，你我讲中样噻，好冇？阿斌叔。哎。好啦，今日去无限呢。要注意身体，莫太缺。冇问题，爱弟。好，今日来哦。听听啦哈。好。好，听听啦哈。好。安是这哦。上来了哈。哦。文爸，老师教你好。你好。佮迄泰顺精密所调教的妹，相总，爱着学迄款基础卡学输的无的。老师教你好。你好。佮迄泰顺精密所调教的妹，相总，爱着学迄款基础卡学输的无的。唔按用劳动费涨无呀？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无的，总也希望买到好家事啊。伫遐浪费输无的，尾本精密所退输，尾公开招标，按用上就毋是涨的。你懂好，有金铺。来来哦，我来去。啊，你哪会摆？你毋知咱读到这学校哦？真的哦？我自细汉就足兴奋讲小食的，是安怎？因为恁两个足好的啊，下课拢同齐转去。其实尾仔恁两个的代志，我拢有听人讲。好啦，咱进来。文仔，对了爸，有无落皮条遐哦？有啊，用我病人咧较爱咯。品种的关系啊，种个妈咪，谈讲日本人用来做寿司的米啊。米做唔拉色的，还做嘛个寿司米？嗯？请问我会请慢你啊？无啦，我银行的啦。
请问有啥物代志无？无啦，安尼我知影，多谢你。歹势歹势，你有啥物代志无？哦，无啦，我银行的啦。银行的？你黄花姊，黄花姊，刚好银行认过来啊，唔对做乜解？这个好呢？那英文记哦，去做摕咧啊。看记哦，有哪一本食谱的哦，印下。不过写乜个东西，就唔对啊。阿姊，用的喏。无啦，我想到面条唔出来，有冇解事情係冇？银行的人越来越卡囤积秘书，我在想，係咪囤积重有关系？叫做乜嘅事情啊？我真係冇辦法留佢個阿姨嘅。自從你對我唔好啊，冇啦，但係而家差未免事情快看呢。我全部卡係差未冇。你叫谁出奖啊？我要找吴英台。阿英台姨啊，来，来边这啦，要找英台啊？哦，你要找英台，无去因兜找，来遮找。我拄则有去问伊来遮讲的。你们有一样啦？自从都在做嘛啦？银行的人有那个卡，我哋想係咪同有關係啊？冇啊，冇銀行嘅人，啱啲啊。但係 M 卡搶有會同銀行加錢啊？你冇按電好冇啦，我只人講冇嘅咩，冇亂講啊。自從你講有冇嘅困難，做得講啊，太講你會聽數啦。哎呦，該冇樣冇價嘅事情，轉去啦。我其他嘅事情啊，我去幹咩啊？對。阿爹，你可以同我講。先講呢個真講啦。好，來。いや、事故な。一面 QQ， 一朝一向，好食。唔可以查，我真是冇想到。人哋米哦，吃起來同像調架中嘅米嘅。但係睇死你冇強用，行起去禱告。細粒咪，佢樣做得到奇葩起碼呀！睇你阿妹妹做定買本研做書士啦，但係阿種咪快鐘啊，
总的时间又长，行我加工，唔正在做啊，当辛苦哦。你想到咧，条家哦，条家有了解经验哦，记录下来啦。这条家，你情况啊，无听错过，到底情况乜解各种嘅方法啊？错啊！太粒蚊米唔是无人爱买，4粒嘅做糍粑嘅，要买到人家用抢嘅。迄讲嗰两个听说会行较好，再个讲耕田本来就辛苦啊，无人耕田唔是做的啊。这条家，你有乜解哦？我来听书嘅哦，年轻人来讲啊。你听说我啊？好食饭嚟啦！我去上課啦，我嚟做咩米？今日坐啦，坐啦。哇！都唔係坐啦，一甜飯。哦，这个呀，你坐啊，我嚟做下先啊。阿志，你坐下來啊。这米真好食。多谢呢，要送10斤的米啦。冇问题，多谢啦，多谢，多谢哦。收條女考一包送你上嘅。好呀，係你啊？对，你嘅，哦，多謝呢。正義哦。嘿，这里嘅，哦，多謝呢。多謝，有冇到咗冇？好。哎，拎上来，你嘅啦。多謝。多謝。你在创啥？无咧代志，哪会无我代志？这个地阮姐夫的呢？恁这为啥？吴英泰。这个地已经底后的人啊，钱还袂出来，所以要嘛拍卖啊。哈？忙里头加起来事情要进行啊。徒弟，阿爸留下來，你說你派他了，你又係阿爸交代。講我徒弟做唔得買條。土地人讲中你的命，你听说想什么办法？那两三年做生意有空去把钱先拿出來。唔老拜太講現金咩丟丟啊？真唔老拜。就拿金秘書一啲也可能。有冇聽出以前咩原啊？真係你牙錢。冇啦，一錢哦，喺頭殼度本來嘅，本來就會講話啊。景陽，做唔得安尼啊？嗰時條街天本年冇數，
你吃都唔办得啦。声音哦。唔該啊！你做咩想嘅劉皮吧？好，係做半唔俾好啦，睇上了。你阿等而家丟過來啊！真呀，真嚟超，真嚟超。雲太有冇叫我轉來呢？在用面皮轉來啦。用嚟講，你係假人，怎麼解用上咯？我根本怕攞幾份錢，希望我解一天，就全部都結拍槍槍嘅。阿姊從咩調司機啊？乜你講啊？當然咩好啦，阿春阿邊一睇嘅，可能兩公婆安尼嚴格路仔，咩唔係辦法啊？我想喺出去石頭路。好啊，幾多嚟前面數啊？冇同人睇人叫下買糍粑嘅。冇啦，我同學不求賣面，佢喺埋過去咗，我成一困啊。你看，这白米这尔水咧，那以恁公家的介绍吼，绝对收无啦。这干那我才有的尔，别人无可能啦。嘿啦，同事啊，你看卖咧。数量无问题啦，恁公家米拢炖伫遮啦。老减一斤哦，你出来找我。你呢，甲倒点点咧。啊，好啦。这是啥？那拢米糠。哪里？我煞形容以后袂记啦。顶礼拜吼，我朋友有急用啦，所以我调伊吼小周转一下，见工就害我啦。对啦对啦，你米吼，大家调来调去，这定有诶代志啦。当心啊，袂要紧啦。我知影最近米的价销真好，比咱旧年咧收的时阵悬搁较济。你应该毋是趁这个时阵，想要趁一寡钱，甲伊买出去吧？哪有可能啦？我甲农会配合遐尼久，定是捌安尼做过啊。对啦，中青啊，我阿爸袂安尼做啦，你放心。毋管是共斗三工，也是甲米摕出去卖，粮食局若来甲咱讨米，咱若缴袂出来，咱逐个是爱去用掠去关呢。你免甲我喊啦，迄粮食局吼，真是要讨米吼，顶下厝联络人通知我啦。时间吼，我才报你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3工的时间，甲米补好嚼，我就莫补去。 3工，他即摆米价遐尼悬，叫我甲米报销，出嘛要我了死的吼。长青啊，你是真的假的啊？蒋老板是家己人呢，你敢来博案件？我若要博硬，就毋是安尼啊啦。歹势啦，我官无做遐大，能力就是到遮尔。长青啊！ 爸爸，你莫生气啦，伊做代志都是靠定金，我来讲看卖，你放心啦。去去去去。有没来啊？你啊，回身边啦。乡里身边啊。哇。 阿伟啊，这个小白文化，你敢过去哩？哦，这大汉啊，真水呢！啊，你囝几岁啊3岁啦。哦，减囝1岁啦。啊，无你遐济啊，我准备来食啦。多谢。走啊。我听无。唔会啦。邓青，等一下。等下，我先回来弄回来。我较等下回去。 邓青，
请你相信阮阿爸，伊袂偷摕公家的米来卖，一定是甲朋友斗相共，伊才会安尼做啦。伊绝对袂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这毋是我的代志啦，这是公家的代志。上主要的是，你若爸安尼做是犯法的。莫讲到遐尼严重啦！我阿爸咧做生意，就较爱甲朋友交陪啊，嘛袂爱甲人计较，所以常常去互人利用。不过，伊绝对袂做犯法的代志，伊袂嘛甲你害啦。这个代志你也是莫管啦，该安怎做我心内有数。我要回来农会啊！我甲你同齐行好无？重新。路重新行通开，迄泰顺锦秘所调干妹。你讲呢？嘿啊，来面好嘛？阿姐啊，你毋是甲大顺美行伊查某囝在咧讲真正？啊，人顶面咧写这名啊，叫我讲因参详哦，你和因查某囝的婚事啊。我知道，你紧甲讲我清楚，你表弟的代志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讲紧啊，顶真哦，写袂久，知无？遐个长车条甲总会无诶，可能在港铁，我最近知道东西先啦。我来做啊，来呗。阿姐，你想要做去港铁，做得吗？很出狗，我爱看去搞毛啦，差不啦，听说都中英啦。哈？真紧哦，请你叫我无？原来空地。我找到阮来遐啦，我要登去钓先啦。我送到遮就好啊，你甲伊保重。小兰啊。食材嘛无搭台，菜有配有强下来，鱼好把胶水，你下个嘛来强下钓闹眼，树后那里忙着跳心凉啉落肚，你同样扮辣，对爱强样无法度。天公观众梦，爱老爷讲打在鼓，做个你的唱歌声的你的跳舞，风烟冲浪爱照亮怎不开路。你躺下讲草田碰人泡茶，是包呀妹和你走下，莫喊凄惨，也讲讲声的呀，无多欢喜乐痛，笑哈哈。包呀妹和你走下，莫喊凄惨，也讲讲声的呀，我都欢喜乐听，笑哈哈。